萬間新聞機構今日財經即將稍後請收睇《星晨旅遊完全日本 shopping 手冊》。長篇連續劇《真情》即將會映。6點半新聞報導即將會映。勁歌金曲即將會映。港台製作5棱鏡即。勁歌金曲即將會映。港台製作5棱鏡即將會映。之後係講翡翠音樂訓線2001。港台製作5棱鏡即將會映。之後請收睇翡翠音樂幹線2002。向新年致敬即將會映。喺稍後先收睇阿迪太空漫遊。喺稍後係永宣傳2。跟住俾嘅係電波聖火令，之後係東張西望。喺稍後請收睇雙語廣播2009至2010財政預算案。跟住俾嘅係宣傳2。跟住係港台製作嘅《左右紅藍綠》，之後係都市閒情。